尊敬的战友们，大家好，我是面具先生。尊敬的战友们，尊敬的同胞们好今天的香港可以说每时每刻每一件事每一个消息都牵动着整个世界的神经。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几天尤其是郭文贵先生爆出共产党即将戒严之后，即将封港之后，而且共产党也真的封港了，而且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邪恶我们可以看到川普总统、美国的Rubio 各个阶层的精英和政客，各个行业的人包括很多的新闻媒体，包括欧洲等一系列的都在关注着香港，并且支持香港。这可以说在历史上前所未有可以说从二战以来，或者说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这么一致高度的警惕和前所未有的决心来对抗一个政权，可以说前所未有，那就是今天的共产党。为什么战友们？我觉得这值得尤其是我们每一个中国大陆的同胞们我们要深思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共产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为什么它会遭到整个西方世界以及东方日本等一系列国家的一致反击？是这个世界疯狂了，还是共产党疯狂了？是这个世界像共产党说的一样都是我们的仇人，还是说共产党是全人类的敌人，而中国人民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中国人民是好的，中国人民跟他们绑架了，被他们绑架了。共产党从他执政以来，他就靠杀人起家，先是毛泽东杀战友然后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清党从杀个人到杀一批人，再到搞运动去杀更多的人，然后到饥荒饿死那么多的人，然后再到今天的共产党开始反腐由杀所谓的小苍蝇，再到杀大老虎，再到我们看到了郭文贵先生爆出的南普陀计划的26个必杀的名单都是大老虎就是共产党他要维持他这个政权的正常运转，他一直在杀人，所有人党他者，党盗国贼者都得死。我们可以看到新疆从杀几个人然后到整个村子的杀，到最后这个几百万人被关到了集中营里、监狱里。共产党叫再教育营再教育营，你为啥不把你家孩子给放到那儿去教育去？你王岐山为什么把你的侄子放到德国去当副总理，咋不去集中营这个教育？咋把你那个养女私生女放到美国去然后咋不去集中营里教育去？然后再到今天，他要解放军入驻香港，要屠整个香港，把200万人当成了暴徒。战友们，同胞们，你想一想，这个党是正常的党吗？由杀几个人到杀一群人搞运动，再到屠杀新疆的整个村子再到最后把几百万人关到了集中营里，再到今天他要把整个香港都列为暴徒，要封整个港，要屠整个港。这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政权吗？想一想，他杀完香港，下一个要杀哪他就停了吗？下一个就是台湾，再接下来就是整个世界。所以郭文贵先生在2007年的记者招待会上就说，黑暗已经来临。这个共产党它就是21世纪的纳粹，但是它带着比纳粹还厉害的武器，不是炮火是什么？是超限战。不是明的，是暗的，是什么？是蓝金黄，是3F， 杀你于无形，杀你于无知，杀你于睡梦之中。今天在中国他已经实现了让中国14亿人做梦变成无思想的人，他已经做到了。接下来他要把这种黑暗和党天下推广到全世界，让世界成为臣服于他脚下的
脚底下踩着的奴隶，这就是他的本质。如果2007年郭文贵先生说黑暗已经降临，我们没有相信，但到今天共产党的修宪、强奸宪法，然后强奸全体党员，小苍蝇大老虎全部抓全部杀，只有盗国贼的家眷和亲信安全，只有跟盗国贼有生殖器联系的亲信安全，再到他的2025、2050一带一路亚洲文化节，他的世界的称霸世界的野心，像希特勒一样的疯狂，彻底暴露于世。再加上我们可以看到2007年郭文贵先生说过的一个关于施佩尔建造的北京的中轴线的一条路大概是大家都知道老施佩尔就是给希特勒建帝国大厦，给希特勒规划的这个人。可以看到共产党他的野心和他的内心世界，他心中到底有没有人民。所以今天的爹亲妈亲不如党亲，今天的共产党强奸宪法，党魁也就是这个控制这个共产党的盗国贼的语言，他们的意志高于法律，就像是1938年希特勒上台之后的德国，党高于一切，高于法律。他的修宪证明了这一点。第二1938年希特勒对外扩张的第一站奥地利，今天共产党向外扩张的第一站就是香港。只不过不同的是，也是郭文贵先生为什么说香港一定是共产党倒下的第一道大门，因为希特勒成功了，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爆料革命。但是今天爆料革命和所有的战友们以及所有有良知的人民暴露了，提前把共产党这个野心暴露于世，让他的每一步行动暴露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这是他必将失败走向灭亡的必然归宿。所以今天的香港人民正在用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的一切在捍卫着世界的和平，在与这个试图称霸世界的共产党的第一战场做着殊死的抵抗。所以伟大的香港人民，伟大的香港的运动一定会得到全世界的帮助，因为所有最起码有这个常识和看清共产党真相的人都应该看到共产党他的野心和他的目的绝对不仅仅于香港。如果我们选择沉默，每一个人都将是他的奴隶。所以从香港人民走上大街的那一天开始，我们世界这个地球上每一个人，你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站起来跟香港人民站在他们那一面，跟他们一起与共产党殊死抵抗，要么就是跪着当共产党来让你臣服于他，跪在他的脚下任他的宰割，想杀就杀，想抓就抓，想强奸你的家人就强奸你的家人，想玩你的家人就玩你的家人，想杀你的家人就杀你的家人。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不要再幻想了。共产党的野心和他的盗国贼们的自私的疯狂的报复，通过这几年的爆料革命和他们的配合的行动，2025、2050中国制造、一带一路、亚洲文化节、3F 美国、5G 通讯，战友们千万别5G 这些联系起来看，这就是一个帝国的建造史啊，这就是一个帝国的养成计划呀。只不过是希特勒在前期成功了，而共产党在他成功之前已经被暴露在世界上。这是爆料革命伟大的胜利，任何人通过这件事攻击我都要说，这是爆料革命伟大的胜利，拯救了世界。战友们前后联系起来看，把共产党的一系列从爆料第一天开始，到后来一步一步的对郭文贵先生的攻击，以及他的手段和他在世界的一步一步的计划，可以说爆料革命加速了他向外扩张的这个计划，也加速了他这个盗国的计划，也使他这个庞大的2050的机器、2025的机器和野心提前运行。如果没有爆料，他能那么早把王健杀了吗？他有必要吗？所以说亲爱的战友们，
我们就在改变世界，但前提是我们一定要看清真相，站在正义的一边，站在人性的一边。但是我想对国内的同胞说的是，我们有14亿人老百姓，我们都是同胞。我想说，每一个人都是爹生妈生的，我们生下都要谢天谢地，谢空气，谢水，谢食物，从来就没有哪一个政府让信党的。更严重的是，这个党从诞生那一天开始，他们内部就互相骗，到后来让我们互相骗，到后来单纯的骗我们，到现在把香港的事情黑的说成白的，善的说成恶的，把200万人的上街的争取民主法治自由说成是暴徒，把他的武警碾压学生的坦克，在30年碾压学生的坦克、军车、武警同样的路数去用到香港，把这些杀人的机器和魔鬼说成是善良的使者，说成是维护正义的、维护暴徒的使者。我想问你，你共产党派这个黑社会还有你这个解放军穿着各种衣服进入香港，把人家孩子眼睛给打瞎了，眼球给打半了，你说被打瞎眼睛那个人是暴徒，说你开枪的是正义的，你他妈糊弄鬼呢！我操你共产党大爷的！我操你这些所有支持共产党的人，瞪眼说瞎话，不站在香港人民这边的这帮畜生们，你们这帮什么演员、什么龙、什么兵，你们这帮畜生，你们这帮魔鬼，瞪眼说瞎话，有这么善良的暴徒吗？有这么憋屈的暴徒吗？有这么窝囊的暴徒吗？有这么文明的暴徒吗？眼球眼珠子都被给你打飞了，膝盖骨都被你敲碎了，那个脸都出血了，膝盖顶着人家的脸往地上那水泥地上摩擦，脸磨的都是血。你告诉我脸被磨的出血的血狐狸那人是暴徒，然后你那个用膝盖顶着人家打人家那个是善良的人，你解放军是善良的，黑社会是善良的人，你这个魔鬼！同胞们，我当看到你们在微信朋友圈说出你们支持说你也想支持香港警察，不要被你的无知，对真相的无知和这种愚忠的善良而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共产党那么强大，那么伟大，世界第2大经济体，电影中超级厉害的国，为什么不敢把一个防火墙打开呀？真假防火墙打开，自将实施自己去评判不就得了吗？你这么强大，这么厉害，这么自信，为什么不敢打开一个防火墙？为什么不敢把国媒体的内容让全老百姓看一看？看国媒体发的香港的内容和你共产党报道的香港内容哪一个是真？别用你共产党说，也别用郭文贵说，也别用咱们战友说，让所有的老百姓去看，行不行？你敢不敢？亲爱的同胞们，没有这么疯狂的事情了。共产党把善良的香港人说成邪恶的，强奸香港的善良，强奸香港的文明，强奸香港的民主，强奸香港的人民呐！到今天他就强奸我们14亿老百姓的智商，强奸我们的脑袋，说香港人是暴徒，他是正义的。有开着坦克去压那个手无寸铁的学生这样的正义的坦克吗？正义的军人吗？人民解放军，你对得起你那个军字吗？你拍拍良心想一想，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你打过几次胜仗啊？就唯一一次逃跑的红军，逃跑啊，还美化成一个让中国人美化成70年崇拜的一个伟大的光辉的历史。你这个最大的骗子，把一个逃跑的逃犯的形象塑造成一个光辉的历史的伟大的人物，让人们去朝拜。你强奸了14亿人民呐，就因为一个防火墙啊！同胞们，我最想告诉你们的是，魔鬼希特勒最后的结果是悲惨的，因为他引起了世界的反抗。纳粹有几招，最厉害的一招就是什么？思想管控，就我是王，就我是优，其他全是垃圾，世界都是我的敌人。有这样的政府和党吗？把自己的老百姓与全世界为敌。想想今天中国老百姓，我们每天喊的新闻联播天天让我们树立的敌人，日本是我们的敌人，美国是我们的敌人，然后印度在我们边境他也是我们的敌人，
然后有一段时间欧洲也是我们的敌人，然后谁是我们的朋友？非洲老兄是我们的朋友，朝鲜是我们的朋友，韩国是我们的敌人，都他妈是我们的敌人。你想一想，一个国家要在世界上把整个半个地球都树立成你的敌人，我请问中国老百姓，你们有几个出过国呀？你们有几个人跟其他国家有过交道啊？凭什么人家都成了你的敌人？不就是因为你听了共产党的一面之词吗？不就是因为你没有选择去窥探看世界真相的权利吗？你的权利被剥夺了，你知道真相的天生的天赋的权利被剥夺了，被强奸了。如果不知道真相不是你的错，但是你不知道真相的情况下还跟着这个魔鬼跳探戈起舞疯狂，那就是你的不对了。而且最重要的，你会跟魔鬼走向灭亡。而且魔鬼要走的时候，一定第一个带走的绝对不是魔鬼的对立面，因为他的对立面就是正义，而正义一定受上天庇佑。这就是为什么希特勒那么疯狂，但最终他一定会失败，因为他是魔鬼。亲爱的同胞们，不要跟共产党这个魔鬼走向灭亡。看看国内的老百姓，各个阶层，有一个阶层是幸福的吗？就共产党的极少数的家庭是幸福的。你说你权力大，你有薄熙来权力大吗？你有周永刚权力大吗？他俩都被抓了，你算个屁呀！你说你钱多，你有王健林钱多，你有肖建华钱多，你有吴晓辉钱多，哪一个不比你钱多？哪一个不比你后台硬？全被抓了，你算个屁呀！你说你无辜，你说你跟他没关系，有人比杨改兰更无辜更没关系吗？但就是这样，世界最底层恨不得钻泥底下生活的人都不是草根了，是泥底下的人都得给杀了。所以我们有选择吗？看看当初的德国，他们在向世界扩张的过程中，在杀犹太人的过程中，很多的德国人都是默许的，很多的德国人都是助纣为虐的，很多的德国人都在享受其中的。就像我们今天的中国老百姓，被蒙住了头蒙住了耳朵的老百姓都是支持的。香港该打杀，新疆该杀杀，屠村子英雄，不听话抓，10万人抓，200万人抓，香港100万人暴徒，200万暴徒，几百万都是暴徒，都杀，实在不行封港全给他屠了。你觉得这不会遭报应吗？想想希特勒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想想德国人的结果是什么？是90%的男人都战死在了疆场，这是报应。因为你在帮一个魔鬼服务。男人死了，女人干嘛？女人当畜生使，不是当男人使。男人没了，你不就是又当爹又当爷爷又当奶奶又当妈吗？还得当媳妇还得当闺女吗？因为你们的男人去作恶的时候，你们没有去阻止他。所以亲爱的同胞们，说1000道10000，其他你信不信都不重要，知不知道真相你了不了也不重要。请不要跟共产党一起去走向灭亡。我们是同胞，我必须要告诉你，共产党就是今天的纳粹，你们支持的不是一个利害国，是一个纳粹党，新时代的纳粹，加了 AI 技术的纳粹，更疯狂，更杀你于无形，杀你于幻想，杀你于睡梦，杀你于侥幸之中，杀你于无知之中。我们看看今天的整个世界，一致反共，没有反中，中国老百姓感恩吧。如果这个世界他要是把共产党跟中国人没分开，把中国和共产党没分开，那对中国是灾难呐。美国的制裁那是开玩笑的吗？看看当初的苏联被制裁成什么德行，一块油恨不得跟人睡觉，几条牛仔裤换个车回来了，什么样的物价呀？几片面包都能换东西，我们的粮食够用吗？共产党天天宣传我们用占地球很少的土地养活了占地球很多的人民，他放狗屁罗圈屁。你那么能耐怎么饿死那么多人呢？你那么能耐怎么现在还天天进口粮食啊？你骗什么老百姓啊？就完全让老百姓不知道真相。我们不怕缺粮食，我们怕有共产党。
我们只要没有共产党，我们什么都会有。所有中国老百姓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什么粮食问题，什么房子问题，什么房地产问题，什么金融问题，什么安全问题，都是共产党在中国进行统治的问题。只要共产党没了，一切太平。战友们、同胞们，美国是跟中国共产党打贸易战，世界时代对准的是共产党，香港人民也对准的是共产党，不是中国人。只要共产党灭了，我们一切都会好。多么伟大的转变呀！如果没有爆料革命，怎么可能西方国家能这么快的缓过这个神来？我觉得今天中国人被洗脑，被仇美仇日仇恨的情绪超出外国的想象。如果美国人他看到今天中国这么多人是仇美的，是仇日的，而且那么疯狂，他会吃惊的。他没有想象到共产党这么的魔性，用他们的大外宣和洗脑和堵住防火墙把中国人变成一个简直就是仇恨的化身。战友们、同胞们，共产党今天做的一切，我告诉你，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他成功了，他在转移注意力。今天的中国民不聊生啊，党不聊生，猪狗都不聊生啊！你看那猪都得瘟猪死，狗都得各种病死，被车撞死，被打死。就在中国啥都没有活路，连那个蚯蚓可能都因为天气不好都旱死。所以这是一个人间地狱呀！我们还在支持共产党，这不是自取灭亡吗？我们现在真的不是别人灭我们了，不是说美国、日本灭，我们现在是支持共产党，让共产党把我们灭了。我们是支持一个人，让他把我们灭了，懂不懂？我们是自灭。共产党杀了多少人？共产党的盗国贼贪了多少钱？几万亿、几万亿，导致了现在国内各个房地产泡沫最重要的支柱产业泡沫，其他产业能好吗？物价大涨食品不安全，到超市都得问绿色食品。我听那个国内的同胞说，绿色是那蔬菜本来就是绿色的，你为啥还得要绿色？因为共产党造假呀！每一个人都不相信自己，奶粉要去美国买，要去香港买，为啥呀？不就是共产党输出的这个造假文化吗？然后把他们的子女送到美国最好的民主最健全的地方社会福利最好的地方，最安全的地方最有尊严的地方，然后让中国老百姓反美。为啥呀？在他们眼里，我们就不配拥有民主，我们就不配拥有幸福，我们就不配拥有福利，我们就不配当人。但是他们的家人，连王岐山的媳妇儿都是美国的公民，你想人家的孩子呢？都是美国的公民，然后让我们来反美，让我们来爱共产党绑架这个国，然后他的家人都在美国，爱着伟大的美利坚，他也是爱着伟大的美利坚。江泽民也喜欢欧美文化。啥叫喜欢欧美文化呀？这不就是按共产党，这不就是汉奸吗？这不就是叛国吗？共产党的高层有几个家里用的是中国自产呢？有几个用的是 Made in China 呀？有几个是在中国创造的呀？他们用的都是最好的，让我们来用的国产的华为、小米，然后来窃听我们自己，灭亡我们自己，这叫什么逻辑呀？亲爱的同胞们，我们现在是在自取灭亡，因为我们支持了共产党，支持了纳粹，而且更重要的是，今天的民不聊生今天的人民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社会矛盾加剧，他把这些矛盾全变成了什么？全变成了美帝国主义的错，全变成了香港同胞的错，全变成了台湾同胞的错。然后你还要去香港买奶粉，要去台湾吃小吃，要去美国买高级货，什么道理呀？我们不思考一下吗？香港同胞那是什么？那是共产党想杀我，想随便杀我，随便抓我，那车都喷漆喷好了，林郑月娥随时卧底，已经卧排很多长时间了。那什么司法部部长香港都卧底很长，就等着说马上让香港人都听话，马上抓，该抓该杀然后他得听话。香港人说我不能让你这么轻易的杀我，不能让我不犯法你就抓我。就这样，共产党说人家是暴徒，因为啥？因为你没有跪在我的脚下，因为你没有向大陆同胞任我宰割。
我们大陆同胞很多小五毛啥心态啊？就是说，你看我这天天的跪在我的党爷爷、党爸爸这个脚下，我很安全，吃着毒食品，喝着毒空气啊，呼吸着毒空气，喝着毒水，我很安全。香港你也要跪在这底下，你别反抗，任他抓，任他杀，任他强奸你妈，强奸你奶奶，跟我一样，你是猪啊！你跪惯了，你不代表世界都跪惯了。你受骗受够了，不代表全世界都要被你骗。你共产党愚弄、玩弄、强奸、轮奸啊，无法无天的中国这片大地上70年，不代表全世界你都可以无法无天，全世界你都可以强奸。同胞们，我们要看清这些，这个世界不会成为盗国贼的玩物。你愿意当他的玩物，世界不会。你不要跟着共产党一起幻想着走向灭亡。共产党现在是啥？把你推向地狱。看看共产党从建党以来所谓的打的仗。刚才长征党说了，我记得有一次，这个不知道好像是林彪啊，他为了打一个战役，然后他底下就是说要争一个碉堡，好像是，然后让他的警徽官来这个汇报情况，指挥官说已经死了好几万人，他别打了，这死那么多人，这不值得。林彪说啊，我不要死亡人数，我只要这个堡。我操你大爷的，他们死的不是你儿子，死的不是你闺女，死的不是你妈，不是你爸，不是你爷爷，你当然不在乎了。共产党就是这个心态。你吃毒食品，烦他妈我家人在美国呢。你没有民主，反正他妈我有民主，我管着你们，我是你们的奴隶主，我的家人都在国外。你穷，反正他妈我上万亿的财富，我的财富而且都在美国，我当然让你去反美了，我当然让你去反日了，我当然让你去反抗全世界了，我当然要让你把香港都说成暴徒了，我当然要你相信你要去支持香港警察了。战友们，同胞们，我们的自我走向毁灭呀！共产党是一个21世纪的纳粹，看看他这些年的战略，你不用通过爆料革命看，你就看看国内的正常的生活水平像不像一个第2大经济体，像不像新闻联播宣传的那样，你就看看新闻联播说的是他实践了几个，70年都算上，你就看看共产党上写的历史几个是真的，你看看共产党那个什么江泽民文选，什么这个文选那个文选，我的天哪，稍微看一眼以为这哪是人间呢，这不是天上吗？这不是玉皇大帝来了吗？啊，这不是天天把生殖器锁在这个超级保险合金的这个铝保险箱里，从来都不会拿出来瞎戳的国家领导人，每一天都为人民以泪洗面，每一天都为老百姓呕心沥血，实际上都是假的。江志成一个人可以几万亿的财，我请问江泽民几个孙子？姚依林一个孙子在德国当副总理，我请问姚依林几个儿子，几个私生子？他的私生子又有多少个孙子？中国又有多少个姚依林呢？有多少个李鹏啊？同胞们，我们能不能思考一下？记住了，还有香港的几大不要脸，还有尊敬的同胞们，这个世界永远所有人都会被忘记。秦始皇还有几个人记得呀？但是不会忘记任何一段有价值的历史。今天的香港同胞们，他们与盗国贼展开的这种殊死的抵抗，就是浴血奋战。想想在21世纪，是在郭文贵先生提前爆出了他要封港，他要戒严的前提下，世界的聚光灯聚焦在香港的前提下呀，他还依然开了枪，依然打折了人家的腿，依然把那女人的眼珠子给打碎了，依然把那个脸都已经出血一个孩子。我看香港这帮黑社会，你们真的是畜生不如，你们什么黑社会啊？你们什么解放军呢？我就没看过几个你们把那个5大3粗的老爷们给治，全是女人和孩子，全是女人和孩子，背着书包那小孩，这个稚气未脱。你们这帮真的是贪生怕死的胆小之徒。你们黑社会牛，你们早当黑社会老大去了。你看你们哪个老大来这现场啊？他们知道是在作孽。谁来欺负孩子和女人呢？哪个军人拿着枪朝那个连个木棍都没拿的人开枪啊？你算什么军人呢？
你对得起那个军字吗？当共产党的军人是你作为军人最大的耻辱，因为你从来没有保卫过人民，你从来没有捍卫过正义。所以亲爱的同胞们，我们都会被忘记，没啥大不了的。但是总有一天，我们的孙子，我们的仇孙子，或者我们的儿子那一代，他们一定会提起，在香港人民与21世纪的法西斯非法政府共产党作战的时候，你的父亲在干嘛？你的奶奶在干嘛？你的妈妈在干嘛？你的小姨子在干嘛？你的朋友在干嘛？我们都是屎，我们都会变成历史的尘埃，都会被忘记。但是这一改变人类历史的伟大时刻，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人必须要捍卫的。我们要捍卫的是这个地球的尊严，是这个地球上让绝大多数人生存快乐幸福的权利，而不是让它成为极少数人享受的控制别人的一个场所。这是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作为一个人这点常识这点责任都没有，我们枉为活一回人呢？看看那猎狗都保护自己的孩子都殊死抵抗，那个鹿还有那个牛完全没有凶器的，依然跟着狮子老虎，就为了保护自己的这个同族和同类，那么团结，一堆一块走。想想那么多水牛斑马，他们为什么能活？因为他们团结。想想我们中国人为什么14亿人被几个盗国贼家族统治分化，搞革命，搞矛盾对立，人民内部斗争，因为我们不团结。所以亲爱的战友们，千万不要再攻击战友，更不要同胞们互相攻击。那香港人跟你一样，大陆同胞们，他们都是爹生妈生的，美国人也一样，世界地球任何一个人跟我们都一样，我们都是爹生妈生的。不要听共产党说的好像他妈的都是石头蹦出来一样，没有感情，就听一个党的。我们都是爹生妈生的，都希望爹妈过好生活，爹妈身体健康，兄弟姐妹能有一个好的归宿。我们都一样，我们都是人。共产党要把我们当成畜生，变成魔鬼，然后让我们去实现他们的利益，让他们来享福，洗了我们的脑，快活了他们的身体，偷了我们的钱，赢得了他们的荣华富贵，使我们失去了我们的父母的老年，他们让他们的父母换肝换肾，得到了上百年的寿命，如此的荒唐。所以亲爱的同胞们，看看香港人民，还有世界有良知的人，他们正在阻止21世纪的希特勒非法政府盗国贼控制的 CCP 向海外向世界扩张的第一步，就像当初的希特勒向外扩张的第一站奥地利异曲同工。香港人民正在用一切，孩子们女人们，他们正在捍卫着世界的尊严。当我看到那个台湾的媒体在选举的时候，可以说我对这个世界的政客我有了重新的思考，这一点我非常感恩爆料革命。我看到了香港与它隔海相望的香港已经是血流快成河了，血染专利了，他还在那，蔡英文还选举还让别人夸他，然后他请自金的笑，不是请不是金，是自金虚假的笑了笑，说他好吧，我拉选票。当你们这帮政客你们需要人民的时候，永远是来欺骗人民糊弄人民，但是当人民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装聋作哑。这个世界需要改变，我们一定要当其中的一个，我们要让世界再次伟大，灭掉共产党。谢谢所有的战友们和同胞们，一切都是刚刚开始。